哪吒yaman mı?孙悟空yaman mı? 哪吒，为什么？你们是哪吒yaman？因为他有那个3个那个火花，三味真火。对，3味真火，研究。还有那个布是能动的， Nerede sihirli ağamız mı? 对，还有他很帅，孙悟空呢？孙悟空帅yemez mi? 也挺帅的，孙悟空帅吗？哪吒吗？ 2个都帅呀。你喜欢哪个？我喜欢哪吒，为什么？他是人呢，孙悟空是？孙悟空是个猴子，孙悟空hapis var mı yok mu? 没有， Sandık çıkan? 他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出来的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石头蹦出来的，蹦出来的。蹦出来的。那个看的不是不是？我还知道那个啥，嗯，羊和几只小山羊，研究。公主，研究。石固，研究。最后一个嘛，我就会讲5个。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呀？